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大尖啊。今次咧又同大家講下六環彩啦。咁啊，六環彩咧個玩法咧又唔同 Q 位置 Q 嘅，我自己覺得，因為 Q 位置 Q 咧就要兩隻都中啊嘛。咁但係六環彩咧就可以兩隻，就是但中一隻就 OK 啦。所以揀嘅方法咧就同 Q 位置 Q 係好唔同嘅。咁我哋就試下每場揀啦，咁啊揀下一冷一熱咁嘅配搭啦。咁好，第三場啊，即係六環彩韶關，咁咧就揀隻冷嘅，揀神醫金剛。咁啊熱嗰隻咧就揀五福星。咁神醫金剛啊，用到巴道，咁啊巴道啊係即係同田乃安對泥地王啦，喺香港嘅話，咁咧飛數啊16倍，而家神醫金剛，咁啊其實咧出奇地熱嘅，咁啊係有飛嘅呢隻馬。即係喺佢嘅表現嚟講，因為佢之前咧跑咗3次都未試過11名以內啊，咁啊突然間有10幾倍咧，就係稱高好多。點解咧？因為個副係 Sweet Ace 都係泥地特價嘅。咁然之後啦，熱門咧就同樣揀翻 Sweet Ace 嘅子睿啊，咁啊6號五福星，咁啊田泰安嘅，即係呢場咧就用田泰安搭嘅巴道。咁啊田泰安亦都係泥地王啦，出咗名噶啦。我哋今季咧，吳福星跑咗2次嘅泥地啊，都唔好跌啊。咁啊，希望佢熱身可以上到力啦。咁吳福星因為即係上次嗰2次泥地都唔係咁跌，咁啊，所以咧就回到9倍啊，咁都算係熱門嘅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六環彩頭關啦，就揀呢兩隻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就第4場。咁啊，首先咧要揀咗2號啊，堅多福先。咁啊，田泰安1磅，咁啊呢個一定要加入去噶啦，即係六環彩頭1、2名啊嘛，呢隻都好大機會。咁啊，另外一隻咧就揀隻超眼光啦，9號。咁啊，佢前次咧就喺沙田泥地1650，咁啊入咗 Q 嘅，咁嗰場係10萬泥，咁啊輸好少嘅啫，即係個零馬位。咁啊後上衝嘅。咁咧，其實今次排個9檔，咁啊都 OK 嘅，即係轉彎啦，跟住咧就拉去外檔咁衝，照板煮碗。咁呢隻都幾好，咁啊所以咧六環賽就第4場啦，咁就用9號啊，超眼光同埋12號啊，堅多福。咁跟住啦，第5場就1200米啊，咁咧就揀嘅2隻啊，咁啊首先咧就揀咗隻起行先。因為佢上次咧就跑咗第2啦，入到 Q 啦，咁個父系咧係 Deep Feel，咁啊泥草皆宜嘅，亦都好多低班馬嘅 Deep Feel 之類咧，咁啊可以上到名嘅，經常上到名，即係佢嘅其實泥地性能隨時好過草地添。咁上次係入咗 Q，咁啊用阿楊明樂，咁今次照板煮碗啦，咁啊都幾大機會嘅呢隻。即係入到 pace 啊，所以搏佢入到 Q，咁就串到六環彩。咁另外一隻懶馬，咁我就揀8號啊，大眾快驅。咁啊，其實咧運來勇士我都幾中意，咁啊運來勇士就14倍，咁啊大眾快驅32倍。咁買嘅話，咁梗係買懶噶啦，即係泥地賽日。咁所以咧就寧願要隻懶嘅。大眾快驅8號啊，咁都係 Auto 黑嘅子睿啊，又係泥地特價，咁啊都即係泥地都冇所謂噶啦，即係無論跑法啊或者騎師啊，都唔夠父系嚟得咁大啊，即係嗰個重要性啊。咁啊，所以第5場咧，我就揀9號啊起行啊，同埋8號啊大眾快驅。咁跟住啦，第6場，咁咧就揀隻10號啊，海洋帝君。咁啊，因為要即係捉啲爆冷啊嘛，咁呢隻咧就17倍田泰安嘅。咁啊，父系
亦都係即係跑泥地係可以嘅。咁呢個咧就內檔3檔，咁啊一出閘轉彎啦，1650泥地係，咁啊比較有利嘅。咁另外咧再揀隻就係8號啊，加州星馳啊。咁啊個父系就係加州星球嘅父系，即係 Star Pandabanner。咁呢個父系咧，即係知道啦，加州星球就係泥地百佳噶啦，可以喺杜拜嗰邊贏級制賽嘅。咁所以啲同父系呢隻加州星馳咧都冇問題啊，泥地。咁啊，而家咧加州星馳咧就9倍幾，咁一個中間嘅賠率啦，咁都可以嘅。咁啊，相比起即係話個瑞奇威風啊，即係大染嘅瑞奇威風6倍幾，咁好抵搏啊呢隻。雖然用到金城鋼啊，但係都太熱啦，即係唔係值呢個賠率。咁啊，要爬爛啦呢場，亦都係3T 場次啊。咁所以啊，信下隻海洋帝君啊。咁跟住第七場咧，咁就先揀隻10號啊，時尚風趣。咁啊，巴道鄭俊偉。咁啊，巴道又係泥地好手啦，唔使講啦。咁啊，父系咧就係 What's the Story 啊。咁啊，試過課草集嘅係較早之前，咁就即係差唔多5月嗰陣時啊，咁啊贏咗嘅。咁啊，即係草地咧，其實都係即係有些少實力嘅。雖然話試集咧就唔一定係準成，咁但係咧都可以睇到隻馬咧，即係會唔會有些少鬥心。咁啊，之後咧試過一課泥集，咁咧就喺9月左右啦。咁啊就跑到第4，咁啊亦都睇到佢咧，即係泥地係冇問題嘅呢隻馬。咁所以咧博懶之下，咁啊揀一揀佢啦，仲有巴道加持。咁啊然之後啦，再揀啦。咁啊熱門就揀5號嗰隻啦，日馳千里。咁金城江加成啊呢隻馬。咁啊即係金城江泥地係超犀利嘅。咁啊點都有啲 pace 啊 win 啊咁噶啦呢個賽日。咁所以咧投下佢信心1票啦。好，咁尾場啦，第8場。咁呢度咧都幾多即係有評分喺手嘅馬。咁啊即係亦都要揀嗰隻啦，超格加啦。咁啊幫阿金城江開齋馬嚟嘅呢隻。咁啊泥地亦都係超級犀利，咁所以咧都一定要放入去噶啦。咁啊再揀咧，即係尾場啊，都即係咪真係咁多實力分子可以贏到啊？即係一個問號。咁啊寧願試下隻即係懶些少嘅新意馬12號嗰隻。咁呢隻咧就父系 Justify。咁啊即係美國3冠嘅種馬。咁啊泥地一定特佳噶啦，因為美國3冠係3場都係跑泥地嘅。咁啊而家咧1650呢隻馬都係即係專門攻泥地噶啦。咁啊上次咧就太短啦，1200米，即係呢啲3冠馬係跑即係一場2000，一場1900，一場2400噶嘛。咁啊即係1650會更加好啊。其實呢啲即係1800，即係2000幾更加好添。咁啊唔緊要啦，即係去慢慢即係循步漸進啫，即係有分喺手，慢慢贏上去咁啫。咁呢隻都要拖一拖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尾場咁啊揀隻9號超加加同埋12號啊新意馬。好，咁今次6環賽介紹就咁多啊，冷熱兼備，牛睇下結果如何啦。好，再見，拜拜。